少主归来。 回来了。嗯。冉冉他们呢？他们在娘的房间。我过来接你。嗯。出去几日，累吗？不累。给。 这是妹妹特意给你挑的。啊，谢谢表哥。我说，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啊？老七。 你要是个女人，我或许还可以考虑对你温柔一点、浪漫一点。走吧。简儿，简儿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冉冉呢？娘亲，一会儿再跟你说。行了，四哥，这儿没你什么事了，去找妹妹去吧。啊，哎，娘亲，走，里面说，进去吧。臭小子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娘亲，先进屋，听我慢慢跟你解释。 走，走啦！娘，来，先坐下再说啊。快坐。简儿，啊，趁娘亲现在心情不错，快跟娘亲解释清楚怎么回事。哎呦，娘亲，怎么我走没几日，您的皮肤变得大不如前了啊？你看看，鱼尾纹都出来了。快把镜子给我拿过来。哼。 有我在，还要什么镜子啊？看我不把您打扮得美美的。来，您先躺下。娘亲，我跟您说啊，这几日我在外面学了一种新的妆容，我看姑娘们都这么画。别动啊！哎，妹妹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点，妹妹，摔着妹妹。哎，都是台阶啊！台阶，妹妹，慢点，妹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等等我们，妹妹，冉冉，妹妹，冉冉，别跑了，妹妹，我的乖乖，我的宝贝儿。好了。 好点了没？非常好。哎呀，娘亲，您不知道，妹妹现在越长大越没个姑娘样了，整天就大呼小叫的，我这个当哥哥的可没办法管。不过娘亲，您可得一定给她做个好榜样。追不上你了，冉冉，冉冉，快过来！娘亲多久没有看到你了？娘，您别动，别动！啊，娘亲，都是冉冉不懂事，这么久都没有回来看你。娘亲怎么回事？回来就好。娘亲这……娘亲，您快躺下啊！娘亲，我跟素女师傅学了很多医术，我给你把脉。啊！哎呀，臭阳，臭阳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是哪不舒服呀？这可真是奇怪，娘亲的脉象平稳，毫无异常啊。可是两眼就是这样，脸色这么差，这样，对呀。哎呀，
初二，快，跟你娘跑，快！爹爹，我跟素女师傅学了很多医术，我也会的。我家然然真乖，这一路你舟车劳顿辛苦了，赶紧回去休息。这儿让你二哥看就行了啊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到底谁病了？娘亲，只要你的病一天不好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娘亲，都怪冉冉不好，这么久没回家，害得你病重。以后你说什么冉冉都听，你让我嫁人我就嫁人，只要你的病能好起来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乖，娘亲。蟑螂！怎么会有蟑螂？出呀！我把你弄掉！在哪儿啊？撤！说，谁出的馊主意？爹娘，主意是我出的，跟三哥七弟没有关系。不，娘，我是哥哥，是我出的主意。哎呀，娘，其实是我出的主意。老实说。娘亲，你别生气了。冉冉在太乙山不听话，哥哥们是为了我好才这么说的，不是哥哥的错，是冉冉的错。哎呦，妹妹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懂事啊？来，亲一个。娘亲，既然您没病了，我能不能不嫁？冉冉，娘亲养育你这18年来，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，还让你受了那么多苦，所以这些年娘就希望你能嫁个好人家，也可以弥补你这些年受的苦啊。娘亲，秦家二公子为人忠厚，一表人才，相信他可以给你带来幸福的。可是娘亲，我想多陪陪爹爹，娘亲不想那么快嫁。冉冉，你要听话，这门亲事是皇上下的懿旨，怎敢违抗？你如果不答应这门婚事，就要嫁到边疆，你选哪一个？我哪个都不选，我就选娘亲、爹爹、哥哥们还有表姐。好了，我的乖女儿，事已至此，恐怕也别无他法。娘亲，娘亲。别装了，我是你亲娘，你肚子里有什么小九九，我还不知道啊。娘，你昨天好凶哦。3年了，你走了3年，娘亲都想死你了。那我一回家，你就让我成亲。冉冉，你长大了。冉冉长得再大，也是娘亲的乖女儿啊。娘亲，我能不能不要成亲呀？娘都说了，你长大了，长大的女子哪有不成亲的道理？怎么不可以？素女师傅不就没有成亲吗？素女师傅不是世俗中人，咱不能跟她比。素女师傅不是，那我也可以不是啊。胡闹！少主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明日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我抬去苏府，我要上门提亲。禀告少主，
苏府千金苏冉冉，听闻已经许给了护国将军的二公子了呀。我知道。表哥，你们从太乙山回来的路上，冉冉有什么不对劲儿吗？什么样的不对劲儿？身体上的。妹妹一向身子弱，这几年一直在太乙山调养，看起来好多了。冉冉，你跟娘说，你身上的残毒还有没有复发？回答我。最近都没有。娘，您别担心，素女师傅说了，她会找到解毒的办法的。素女师傅原来给你的那些还魂丹还剩几颗？还有，最后一颗。冉冉，你这叫娘怎么不担心呢？哎呀，娘，要不你再把我送回一仙谷呗？这样一来，一我不用嫁人，二有素女师傅在，我的毒完全没有问题啊。你身上的毒都是为娘的错。18年前，逝水红颜为了寻找下一副新皮囊，将我抓走，想带去月灵洞。那个时候，我已经怀了你快9个月了。为了救我，你爹联合朝廷和武林中人，捉拿于他。找，继续找。散开，走，快，好，快，快，走，这边。初阳，你说，你要是死了，那些人会怎么样？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女人，你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时候未到，是谁跟你说时候未到的？不是，你来了。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你是为了救他？是你吗，无赦？是我。我就知道。无赦仙人，怎么样？毒气已深入骨髓，回天乏力。无赦仙人，看在你和初阳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求求你一定救救他呀！对不起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快去找个产婆过来吧，兴许能保住腹中胎儿。坚持一下，阿公主，坚持一下！哎呀，用点力，使劲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生出来了。啊！哎，看看这孩子怎么了？怎么这样啊？娘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恩恩怨怨啊？你跟逝水红颜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要抓你？他又为什么要杀掉那么多无辜的人呢？冉冉，
爹爹，逝水红颜是前朝的后裔，对本朝一直怀有大恨。抓你娘亲，一是为了报仇，二也是为了保持年轻貌美的容貌，寻找新的身体容器。当年逝水红颜被无赦仙人打成重伤，逃走。对对对，师娘想多了，你不会，你不会。只要你安安全全的嫁人生子，平平安安的，比什么都强。娘，就算遇到逝水红颜，我才不怕他呢。你不怕，我怕。冉冉，当年你一出生，无赦仙人便为你和你娘做了诊断，发现你娘身上的毒全都转移到了你的身上。你刚一出生，全身紫青，身上皱巴巴的，就像个将死的老人。大夫们都说你活不过10岁，于是我便在你8岁那年，把你送到了江湖第1大门派太乙派。经过了这些事以后，娘希望你能远离江湖是非，嫁给一个官宦子弟，过着安逸的官宦夫人的生活。秦家2公子秦朗就是这样的一个合适人选。可是娘，好了，别说了，下去吧。这个孩子我必须带走。为什么？这孩子身上的毒，是逝水红颜传承的一部分。倘若他能安然长大成人，必定会像当初的逝水红颜一样，魔心骤起，危害无力。把他交给我。不，你要干什么，无赦？你要是敢动我女儿一根汗毛，我就算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让你后悔。初阳，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。那是以前，我为了我可怜的女儿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当年要不是我苦苦哀求无赦，要不是他念在我们相识一场，说不定就把冉冉给抢走了，也说不定冉冉现在已经……冉冉跟逝水红颜传承的关系，还有谁知道？除了冉冉的师父、素女谷主、无赦，还有我们以外，应该就没有别人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不要再让别人知道就好。都过去了，没事了。是，咱们在一起这么久，我早就说过，这婚根本就不能结。哎，四哥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要是你怎么办？我，哼，会这个秦朗，练练他。行了，老四，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？哎，乔家三哥，一看到表姐呀，这眼睛里就没别人。冉冉，
你跟秦家二公子的婚事，不是舅舅舅母的初衷。可是现在，形势比人强，只要你回来，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。是，哥哥们可以想办法，给你想办法，没错，没有其他办法。娘，你若不嫁亲了，就只能去和亲了。硝烟已散，烛火风中缠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。青丝鬓染白，相见时已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，昨日少年着青衫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衫。